继续来看林业署新德分署29招考巡山员，除了爱会晓骑拍速的奥多摆，阁爱派20公斤重，伫咧时间内走1500公尺远，起薪是3万1，看表现上悬有甲4万6，一届拢总有21个人来报名。 骑拍速的奥多摆通过关卡，过程中就要设立袂当超过路线，佮袂当熄火。通过第一关考试后，佮要派20公斤，伫时间内走完1500公尺。来报考的人讲，因为对大自然有兴趣，再来参加考试。因为有在爬百岳嘛，然后觉得这个自然环境是要透过保护嘛，保护森林其实。 除了我觉得比较重要是要透过宣导啦，还有平常的巡护啦。因为对比较喜欢深山，就是都住在山上，所以对深山比较有那种情感，就是想要保护森林。负重20公斤这个跑步对你来说嘞？这个哦，这就加油，真的就加油，真的蛮重的。 林业署新德分署今年第2摆举行巡山员考试，拢总有21个人报名，16个人来考，按算录取4个人。考他会不会骑？ 打挡车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山林里面。然后第二部分就是负重跑步，然后负重跑步男生在12分钟以内，女生在13分钟30秒以内。录取率都会达到20几%啦。可是这些有来报考的都是对山林非常有兴趣的，然后也对于工作非常有热忱的。 巡山员除了爱负责保护森林资源、野生动物调查等等，该防止偷错查以及滥垦的行为。虽然是旁公家的饭碗，不过工课项目是800款，对保护自然生态来讲是不只要重要的工课。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。